来看花莲光复乡的在区，顶个月23开始停班停课，经过2礼拜摒扫甲消毒，当地7间国中小今仔开始上课。也毋过因为大正国小阁有安置灾民，也派出警察来维持秩序。目前是有10个囡仔先伫厝里线顶上课。好是讲有的是厝里爱个整理，有的是正烦恼安全的问题。另外，最近正严重的光复乡港目前是先线顶上课，按算13开始，学生得当登记学校上课。家长带囡仔送到教室门口，有的真唔甘，有的是真欢喜。花莲光复乡在校第15天，7间国中小正式复学。上课钟声响起，光复地区国中小全面复学。不过大靖国小这边同时还收容100位灾民，目前规划呢一左一右隔开教学区与灾民安置区。大靖国小有170多个灾民，加108学生，都惊双方互相干扰。花莲县府调派少年警察队、妇幼警察队等6个警力来协助。小孩子已经2个礼拜，他们期待回来学校，虽然那县府跟学校这样做实体的安排，我觉得很适切。在学校有老师在的话，不用担心太多。给我们方便住，这里是可以的。可是我们灾民不要吵闹学生小朋友就好了。不过有11个学生选择完全是线上课，好好解说，也受家长有记录，或者是厝内有复原需求。另外，受损严重的光复国中甲光复上港也今日复课。好开心哦！啊，遇到同学很开心。今日真欢喜，很上课。不过光复国中因为受损严重，全国学区已经复原完成。不过田径馆、脚球场、棒球场拢损毁，初估可能至少1年才能定期完成，甚至损失超过1亿。教学区呢都已经恢复完成，那比较边缘的棒球场啊，还有一些土要在土方要去移动，基本上100%会移地训练，只是学校的部分还没有确定。同款天气真过的光复上港，因为地下室土山墩甲真严重，运动场全毁，水电基础设施爱停做。目前到10月13进前是实行上课。在前几天呢，就已经开始启动学校这边的一个联系，还有家长这边的联系。那针对孩子的一个上学的一个交通安全呢，也做了非常详细的了解。教育统计，目前国中小甲幼儿园受灾学生是315人，已经重新发全回文具册本，希望未耽误学生的学习状况。记者综合报道。